一個專門為馬可賓人而設嘅節目。笑談 Joker，啊哈啊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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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好，我係你節目主持人周慧騰。我係傻人。今日我哋要教大家講一句說話，就係一句百搭而萬用萬靈嘅。有足球咪得咯。重複一次。有足球咪得咯。好啦，我哋講下啲應用先啦。有一日，有一個馬可賓人坐喺籃球場嘅看台，好灰咁樣望住人打波。你好好心咁走埋去問佢咩事啦，佢就話：唉，想打波，但連波都冇，打咩啫？喺呢個時候，你就可以講句：有足球咪得咯。嗰個人呆咗呆，之後又問：如果我想買保，又夾唔啱校務處嘅時間，咁點啊？喺呢個時候，你又可以講句：有足球咪得啦。嗰個人係唔信邪，足球可以幫到咁多，所以佢又再問：咁如果我星期六返工就嚟遲到，但又要排隊簽字喎，咁點啊？喺呢個時候，你就可以講句：有足球咪得啦。嗰個人不斷問，不斷問。平日嘅我不嬲都好瀟灑，唔帶散紙，但係有冇發達窿喎？又想買嘢飲噃，咁點啊？喺呢個時候，你繼續可以講呢句：都話有足球咪得啦。天有不測之風雲，突然落雨，但你又冇帶遮喎。呢個時候，你可以講句：有足球咪得啦。只要馬可賓天花板講一次，有足球咪得啦。只要啲魚講一次，有足球咪得啦。只要冇帶遮嗰個人講一次。有足球咪得啦。好啦，上回講到一句百搭而萬用萬靈嘅，有足球咪得咯，今日再教大家新一句說話，就係足球咪有咯，重複一次。足球咪有咯。有一位同學佢條唔舒服，佢成日上堂畫畫，佢又畫得幾靚嘅，所以佢想喺呢方面有啲挑戰，就諗俾佢諗到一個速畫比賽出嚟啦。佢以為自己好醒咁樣咁都諗到嘅時候，你可以講一句笑佢。足球咪有咯。佢聽完呢句之後就會立即窒咗，然後就會收聲走開啦。有一位冇朋友同學係咁攞住張成功逃出香港嘅相晒俾人睇，佢贏咗嘅時候，晒到就嚟打黑超啊，都見到光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指住佢個鼻嚟笑。足球咪有咯。佢話用咗100蚊嚟玩都抵啦，原來足球嗰個 Brain Squash 係免費嘅喎，咁你今次笑佢實冇得輸啦。跟住就係何花開同學啦，佢成日去足球隊、籃球隊、羽毛球隊度練習，好想有一個比賽嘅機會，展現佢努力嘅成果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可以走埋去，輕輕咁拍一拍佢嘅膊頭，然後講一句：喂，足球咪有咯。唔好聽同學，呢個時候有衝動咁樣走過嚟，盡顯佢歌喉。我叫做好聽，我係小霸王。佢話：我要做繼胖虎之後第二個著名歌手啊，得2個星康點夠啊？喺呢個時候，你要即時指住佢話。吓？足球咪有咯。佢可能會問：有3個星康咩？你要快快手咁安撫佢講。足球咪有咯。常埋怨同學喺放學嘅時候繼續畫黑板，突然之間毀滅者清潔姨姨出現咗啦，叫咗一句：我抹啦！一息間成塊黑板俾人抹到立立令，常同學立即大叫：一年得一個黑板塗鴉比賽點夠啊？我復活節都要有啊！呢個時候你要即時講：同學，足球咪有咯。佢好欣慰咁望住你，你就要會問你，即係1年2個。你要本住大聲就啱噶啦，呢個精神同佢講。喂，足球咪有咯。好啦，今日由宣傳康樂同我財政出演嘅笑談足球就快到節目嘅尾聲。最後我哋再重複讀一次廣東話。足球咪有咯。普通話。足球就有了。英文。足球咪 have 咯。日文。足球阿魯喲。俾10盧普內利亞曼尼普爾話。你玩我啊？叮叮叮叮叮。節目時間到。